亲爱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第10天旧历新年休困的最后一天，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互咱会当聚集伫圣殿来敬拜上帝。伫遮要向所有的兄弟姊妹拜一个晚年，新年恭喜！要祝福大家新年新我 ，Happy New Year and Happy New You！ 在领受上帝话语之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慈悲听阮的主上帝，阮要感谢你，感谢你伫过去的一年对阮恩典的带领。拄伫过年的期间，也感谢你，互阮会当甲阮的亲人朋友来分享上帝你的话、上帝你的听、甲上帝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互阮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用你的话语加做阮的开始，互有你的引带，有你的保守。主，恳求你伫新的一年，互阮每一个人拢有新的领受，加做上帝你所喜爱的囝儿。主，阮将阮伫那日礼拜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的信心做工引带阮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新年新气象，新年新希望。大部分的人对新的物件拢有较正面的感觉，也较意爱，对无？就好亲像咱若去买物件，通常拢会伫一堆的物件的中间，安怎拢是拣迄个上界新的迄个。所以咱会当讲，伫日常生活中看会到的物件的内面，咱大部分的人拢是外貌协会的成员，也就是讲，咱大部分的人对伫物件外表看起来，是对新的意爱远远超过旧的。总是当咱若用信仰的角度来审查咱本身的事，咱是毋是也会当亲像对日常生活物件意爱同款，是对自我新的改变的意爱远远超过旧的习惯的依赖呢？对人生的软弱甲有限来看，伫信仰上，较侪时阵，咱悠然会意爱，也较会依赖着旧的习惯，甲老的自我的一切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请咱想看卖，有啥物是咱家己认为无好的旧的迄个习惯，是需要带到上帝面前，恳求上帝来改变的呢？各位，毋知咱有想过无？伫以色列人的历史中，为什么因常常会受到外邦国家的攻击？其实这就是因为因无顺坦上帝旨意，各拜偶像。上帝才会互别个国家来攻击、管教伊家己的百姓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第一节的圣经节，第一大的圣经节，甲咱讲。先知以西结的时代，就是犹大王国败坏到极的时，才会受到巴比伦的攻击，直到耶路撒冷城甲上帝的圣殿受到毁坏，国破家亡，百姓受掠到伫国外巴比伦。只是无论是国内，还是受掠到伫国外的百姓，拢充满着惊吓甲不安。这个时阵，上帝就呼召先知以西结，伊对分散伫各国的百姓讲，所以你就将我至关上主所讲的话甲因讲，我要带因离开我分散因去的各国，将伊集合起来。我爱将以色列的土地献互因，因转来以后，必须爱除去所有通染恶的偶像。我要将新的灵、新的心赐予因。我要除去因亲像石头遐尔定的心。另外，要赐予因有血有肉、肯服从的心。安尼，因就会遵守我的法律，忠心服从我一切命令。因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因的上帝。对伫遐的意爱拜通染恶的偶像的人，我要照因的行为处罚因。至高的上主安尼宣布。
这段圣经甲咱讲，虽然以色列百姓是悖逆、无顺服上帝，总是上帝伊是怜悯慈爱，伊犹原要看顾因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因必须爱除去所有的偶像，上帝就会搁一摆收赐因新的灵、新的心，以及有血有肉肯服从的心，而且还阁要继续做因的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我尼啊大的怜悯甲恩典。上帝是公义、圣洁的上帝。伊袂因为以色列人是伊家己所竞选的百姓，就放纵因，互因照家己的需要去行。但是上帝也是怜悯慈爱的上帝，伊知因的软弱，也愿意赦免帮赞拯救以色列人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对待你、对待我也是安尼，伊的帮赞拯救咱。只要咱愿意除去咱中间一切偶像，上帝就会搁一摆收赐新的灵、新的心，甲有血有肉肯服从的心互咱，而且还阁会继续做咱的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什么是咱内面的偶像呢？可能咱会想，我内面减有偶像吗？想想咧，我的状况应该是比以色列人好太济啊！我也无缀着我周围的人伫拜偶像，我逐主日也拢有来教会做礼拜，我嘛有奉献，啊，阁三不五时啊，嘛会参与服侍。伫别人的心目中，我即个基督徒的名分，应该是无问题啦。我所敬听兄弟姊妹，上帝标准减只是安尼嘛？请咱搁一摆认真来思考，上帝标准到底是啥物？减讲上帝敢需要咱逐主日来到教会伊来报道，来显出上帝是一个高人气的上帝吗？减讲上帝需要咱的奉献，来增加伊的财产吗？减讲上帝因为欠缺我这个人，教会事工就会停止吗？亲爱兄弟姊妹，相信咱拢知影答案是啥物。约翰福音第4章24节有记载，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必须着用心灵甲信实敬拜。上帝是神，上帝是灵，这就表示上帝袂受到物质甲看会到的方式的限制，所以伊的百姓要敬拜伊，毋通只是用物质或者是看会到的方式来敬拜伊。上帝伊搁较毋望伊的百姓是生命不断互伊的神、伊的灵来更新改变，用上帝以爱的方式来亲近伊，来甲伊沟通。当咱若是感觉家己参加主日礼拜、参加新人主日学、参加小组团契的次数已经有够，当咱若感觉家己每个月11奉献，或者是逐项的奉献已经有够啊，当咱感觉家己参与教会逐项的服侍已经有够啊时，这可能会互咱伫信仰上对家己愈来愈有把握。也就是讲，当咱感觉家己已经为着上帝做了真济，感觉家己伫逐方面拢已经有够好的时，咱就会愈来愈感觉咱无需要上帝的帮助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兼知主耶稣常常为着咱，家己感觉家己已经有够好啊，来忧伤来流目屎。伊我尔毋望咱会当安静落来，到伫伊的面前，
用搁较侪时间来亲近伊，来甲伊交陪，伊了解咱一切需要甲欠缺，伊搁较毋望咱会当去体会伊的心意。当咱承认咱家己是基督徒的时，今仔日的第2段的圣经节，保罗伫以弗所书第4章17节到24节，甲咱讲，请用我用华语来读。我现在奉主的名，郑重地劝告你们，不要再过着像外邦人那样的生活。他们的思想虚妄，心地黑暗，跟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因为他们全然无知，刚愎自用。他们丧尽了羞耻之心，纵情之欲，毫无拘束地做各种败德的事。但是你们从基督所学的却不是这样，你们无疑听过他的事，做了他的门徒，学到在耶稣里才有的真理。那么你们要脱下那一向使你们生活在腐败中的旧我，那旧我是由于私欲的诱惑而腐化了的。你们的心思意念要更新，要穿上新我。这新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表现在真理所产生的正义和圣洁上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到底咱要怎样褪去咱旧的我，来穿这个照上帝形象，用真理的证据甲性格来创造的新的我呢？第一，咱要愿意承认家己是一个软弱有罪的人，来倚靠上帝。基督教信仰有提醒咱，讲咱每一个人拢是一个罪人。各位，你安怎看？无得看嘛的人会甲牧师讲，牧师，我也无做啥物大歹代志啊，或者是犯啥物法律的罪，为什么我是罪人？我毋知你有互人问过无？不过牧师要请问咱大家，咱想看卖，咱自细汉到即马，咱是毋是捌讲过无应该讲的话？咱是毋是捌看过无应该看的物件？咱是毋是捌做过无应该做的事？或者是咱是毋是捌受过无应该有的受罚？各位，上帝照着家己的形象创造咱，伊期待咱也会当亲像马太福音第5章48节所讲的，恁着完全，亲像恁的天父是完全的。伊疼咱，伊也爱咱甲伊做伙享受迄个圣洁美好的生命。当然，上帝认捌咱，也知影咱的一切。只要咱愿意承认家己的软弱，伊一定会帮助咱。亲像门徒彼得，或者是使徒保罗，因两个拢是互上帝大大使用的奴仆。但是因也捌承认家己的软弱甲有罪，来得到上帝帮助。圣经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9节有记载。讨鱼人彼得，甲伊的同伴，伫规暝拍网掠鱼，啥物拢掠无，当因伫野神失望的事，就因为顺服主耶稣的一句话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撒网打鱼。彼得甲伊的同伴，就掠到济鱼，连鱼网啊，就差一点仔要破去。这是彼得第一届经验到耶稣基督权能的事，所以伊就马上跪落拍拜伫主的脚前讲：“主啊，请你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”使徒保罗也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15节有讲：“基督耶稣降世的目的，是要拯救罪人。”这话是可靠，值得完全接受的。
我是罪人中上歹的一个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只要咱愿意承认家己的有限、软弱甲罪恶，慈爱怜悯的上帝就会伸出安慰稳定的手，互咱硬的心变做柔软轻顺服的心，来领受上帝的带领。第二，愿意将对上帝所领受来的一切做1/10的奉献，来回应上帝。讲到1/10的奉献，咱可能拢会直接受到的是，就是金子的11奉献。实际上，11奉献所要强调的，就是咱只是上帝的管家，要安怎运用上帝授予予咱的金子，来回应上帝，而且来做适当的管理甲运用，来荣耀上帝甲祝福别人。所以，当咱详细思考，咱对上帝遐有领受到啥物？兼讲咱只有领受到金钱吗？当然毋是。实际上，咱对上帝领受的有听、有时间、有智慧、有稳定、有才调、有真济等等。兼讲咱无应该将这个上帝所授予予咱的来回应伊。兼讲咱无应该将上帝授予予咱的听，用来听有上帝形象的人吗？兼讲咱无应该将上帝授予予咱的时间，用来服侍、用来关怀、用来读圣经、来祈祷、来亲近上帝吗？兼讲咱无应该将上帝授予予咱的智慧，用伫咱的服侍、用伫咱的工作、用伫咱的生活吗？当咱愿意将更较侪心思意念用伫上帝的国度，主耶稣讲，因为迄已经有诶，要互伊更较侪，互伊丰富有剩；迄无诶，连伊所有诶一点点也要抽走。第三，愿意将读圣经、祈祷落实伫咱的生活中，来见证上帝。兄弟姊妹，这时我要邀请咱做伙来做一个动作，请咱做伙来吸气、吐气，搁一摆吸气、吐气。后边还有人在困无？应该无啊啦吼。咱做深呼吸了后，是毋是较有精神？呼吸对咱来讲是一件真自然、阁袂困难的代志，但是呼吸对咱来讲，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当咱无想要呼吸的时，咱根本就无法度生存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请问咱人命的呼吸是啥物？就是读圣经甲祈祷。各位，当咱若是无时间读圣经、祈祷、灵修的时，咱的灵命敢会状况敢会健康吗？当咱的灵命无健康的时，咱甲上帝关系敢会美好细节吗？现代人拢真无用，咱拢想要用更较侪时间来打拼咱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。马可福音第8章36节到37节，搁一摆来提醒咱：一个人就是得到全世界，煞来失去家己的性命，有啥物利益？伊会当摕啥物来换家己的性命呢？各位兄弟姊妹，毋望咱会当用上帝所授予予咱的智慧，伫每一天分别一段时间出来，加做咱甲上帝沟通的灵修时间，来丰富咱的信仰生命。第四个，愿意做进入世界的基督徒，毋是世俗化的基督徒，来迎光上帝。基督教是一个进入世界、入世的宗教。当主耶稣伊要行十字架进前，
伊替伊的门徒向上帝祈祷讲：我毋是求你对世界将因带走，是求你互因脱离迄个邪恶者。亲像我毋是属伫世界，因也毋是属伫世界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主耶稣讲，咱毋是属伫即个世界，所以咱是有受到上帝特别保守的人。甲还未认捌耶稣基督的世间人是有分别的。捌有人讲，教会就是社会缩影，教会就是社会的缩影。这表示啥物？就是讲，教会愈来愈亲像社会相款。因为基督徒受到社会甲世俗化影响真深，所以咱就妥协伫世俗化的标准下面，提高咱的思想、行为、态度、讲话口气、娱乐的方式等等，拢甲一般的人相款。约翰一书第2章15节甲咱讲，毋通贪爱世界，或者是任何属世界物件。如果恁贪爱世界，恁就无疼天父的心。毋望上帝保守咱，活伫即个黑暗的世代中，互咱进入世界，而且分别做成，加做世界一个假物，去发挥影响力，来改变咱的社会。今年是上联教会设教110年的纪念。通过教会今年倒的主题，恁知影伫倒位无？咱当看咱的周报上头前，年度主题，就是寻初心，爱相连。寻初心，爱相连。寻初心，爱相连，爱相连，来提醒咱，来落实正做基督内面新创造的人。互咱会当转到信仰的第一现场，就是上帝话圣经中，好好啊起造咱的信仰基础。通过每日的读圣经、祈祷的灵修生活，互咱找到上界起初信仰的感动甲心境。佮较通过参与伫小组团契中，落实彼此相听行动，伫咱的生活中。搁一摆，正做上帝要祝福人的器具。为着纪念上联教会101岁生日，教会特别有推动代祷祝福110存折卡的运动。请咱会当做伙来看这个影片。点下去。以耶稣基督为我生命中唯一的主，一年内以3种行动代祷、关怀及陪伴，影响身边2个人。一年4季共52周，每季3个月，除了日常的祷告、参与中保代祷之外，配合双联人关怀1、2、3。鼓励每周至少为2位慕道友代祷，让我们在迈入社教110周年之时，我们能为超过110人次的慕道友代祷为目标，年底为主献上成果，每一季得祝福信心。互咱每一个人，伫今年通过每一个礼拜，咱至少为着2个以上的慕道友提名祈祷。毋望伫今年度，咱会当伫上帝面前献就110摆以上替慕道友的祈祷，互上帝得到更较侪灵魂。虽然今年毋是2023年的1月初1。却是旧历年拄开始的时刻，互咱等下伫礼拜结束的时，
将放伫外口的代祷祝福110存折卡扎转去，开始为着无道友祈祷，互咱伫今年为着上帝得到更较侪无道友的灵魂。搁一摆要来祝福大家，新年新我 ，Happy New Year and Happy New You。愿咱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做伙立志。咱愿意承认家己是软弱有罪的人，来倚靠上帝，要将对上帝所领受的一切做1/10的奉献，来回应上帝。要将读圣经、祈祷落实伫咱的生活，来敬敬上帝。要做活伫社会、进入世界基督徒，毋是世俗化的基督徒，来荣耀上帝。希望上帝帮助咱，伫新的一年，真做伫基督内面新创造的人，有基督的关联生命伫咱的内面更新改变咱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当阮也是软弱，是罪人的时，你就互耶稣基督真做阮的救赎。主特别伫新的一年的开始，互阮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讲，主啊，阮愿意伫新的一年，通过信心的帮助，更新改变阮，真做一个新的人，互主你来使用。互阮伫新的一年，要看见上帝你行奇妙的事伫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。主，阮阁一摆将家己摆咧，恳求信心来引带带领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